国民小学台语教材第11册第2课出国去观光。阿忠定定出国去观光，去日本食寿司，去泰国看庙寺，去美国踅夏威夷，去意大利食炒面，去澳洲织羊铃，去纽西兰看牧草青一大片到天边。世界国名甲特产：英国红茶、法国香水、德国烟肠、南非黄金、澳洲绵羊、韩国泡菜、印度咖喱、泰国榴莲、菲律宾山野干、马来西亚风吹，做伙来造句。去日本食寿司，去英国啉红茶，牧草青，糖果红。